啦，各位群組成員啊，呢條呢就真係俾人低估咗個客量嘅一條路線，而且呢條線同8號線一樣係仲嗰啲車係比較細架啲，但係佢仲即要比8號線少卡喎。因為8號線上次話過6至7節車噶嘛，咁呢條線得4節車廂嘅啫，係非常之短嘅。咁呢條就係上海地鐵6號線一直存在住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係啦。咁陣間話俾你知係咩問題啦。咁上海地鐵6號線啦，咁就叫做浦東輕軌，咁就叫做浦東線，因為所有路車站都喺浦東新區入邊嘅。咁呢條線就係由廣成路至到去東方體育中心，即係以前叫做濟陽路站。咁同8號線一樣啦，一樣係可以用呢個私營列車。咁嗰陣時咧，其實就好搞笑嘅。嗰陣時係俾人當係輕軌，即係輕鐵。咁所以當時係俾地鐵公司低估咗客量。咁最初預計就冇咁多人會搭6號線嘅。係啦，咁全部車站喺浦東區啦，頭先話過啦。但係隨住浦東新區嘅發展啦，咁6號線嘅客量有所上升，但係受制於6號線嘅列車車廂太細，未能夠承受龐大嘅客量。咁呢個亦都係6號線嘅問題嚟嘅。係啦，咁呢條6號線就叫做杯水，又要形容為杯水車薪啦。咁因為俾地鐵公司低估咗個客量啦，咁由於6號線一直俾地鐵公司當為輕軌，即係輕鐵，咁因此採用嘅列車車廂相對比較偏細嘅，即係同8號線一樣咁細嘅，即係用私營列車。最初地鐵公司估嘅6號線嘅乘客量係會比較低，但係隨住浦東新區發展同埋外高橋保稅區嘅出現啦，堆埋佢6號線嘅需求日益增加，所以即係啦，咁就有一個誤差喺度，係啦。咁地鐵公司低估咗6號線嘅客量啦，呢個有一個誤差，所以就搞到而家6號線就有一個嚴重嘅一個嘅擠迫問題，係地鐵公司計錯數咯，就係啊，地鐵公司計錯數咯，直就係啦。咁另外就係話推測錯誤啦，咁反而成為6號線嘅禍害啦。因為之前話過啦，佢地鐵公司之前就計錯數啦，咁就推測以為6號線係好少人搭，一直講係輕鐵輕軌啦。所以當時就用一啲私營嘅列車，但係私營列車嘅車廂比較窄啦，同比較細啦。咁上次介紹8號線嗰陣時都有介紹過噶啦。但係比6號線比8號線仲慘嘅一樣嘢就係，你8號線都好啲啊，要6卡7卡啦，係咪？但係6號線得4卡啫喎，係啦，6號線得4卡，仲慘過8號線啊，其實就係。所以6號線當陣時叫做輕軌嘅，所以點解嗰陣時叫做浦東輕軌就咁解嘅。係啦，你望到呢條6號線嘅路線圖啦，佢就係由廣成路站至到去東方體育中心站嘅，咁就係一條咁嘅路線，就粉紅紅嘅呢條線係。咁因為佢特別嘅路，即係車站唔多啦，咁所以只係揀咗其中一個。呢個就係廣成路站，咁呢個站係6號線嘅總站，亦都係6號線同10號線嘅轉車站。上次我介紹11號線嗰陣時，咪話羅山路站係上海第一個全部以架空換乘嘅車站啦。咁廣成路就係上海第2個全部以架空換乘嘅車站嚟嘅。哇！呢個總結好多，成12點啊！成12項啊，因為冇辦法，6號線本身嘅問題都比較多嘅。係啦，咁做一個都幾長嘅總結啦。咁就6號線，即係普通居民對6號線就苦不堪言嘅，因為你6號線整到啲車咁細，車廂咁細，車得4節車廂，仲要用私營列車，對於浦東新區呢個大區係基本上係唔夠嘅。係嚴重唔夠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私營列車車廂太細啦，
同埋加上4節車廂啦，反而未能夠承受到浦東新區發展嘅一個龐大嘅客量。其實係嘅，因為浦東新區只會越嚟越大，但係你6號線得四卡車，仲要讓私營列車車廂咁細，所以係成日逼爆嘅6號線。第三就係6號線當初只係當係一條輕軌，總言之受試程度係比較低，係因為嗰陣時就係地鐵公司計錯數，佢初頭估計係6號線係比較少人搭嘅，點知原來係咁多人搭嘅。係啦，第四點就係上海地鐵公司低估咗6號線嘅客量啦，即係計錯數啦。係啦，第五就係推測出錯啦，反而成為6號線嘅禍害啦。即係推測即係叫做唔單止計錯數，總之就係推測嗰個市已經錯啦。呢個真係話預計唔到會咁多人搭咯6號線，咁所以嗰陣時啲6號線啲車要揸到咁細咯，私營列車啊、4節車廂啊嗰啲全部都係好細嗰啲嘢。同埋6號線同埋外高橋保稅區嘅出現啦，對於6號線雪上加霜嗱，所以6號線喺外高橋保稅區嗰度有2個站，一個北一個南嘅，係啦，因為外高橋保稅區好大嘅。第七啦，就係6號線要靠外援先至解決到呢個嘅擠迫問題，就係靠12號線。咁所以點解會喺巨峰路嗰度轉到12號線就咁解？因為就喺巨峰路站就解決到6號線個擠迫問題啦。第八啦，就係未來21號線亦都會為6號線分擔個壓力，但係21號線仲起緊嘅。但係同埋21號線嘅總站喺東正路，遲啲東正路都會解決到個問題，不過係未來咯，因為21號線仲起緊嘅。同埋6號線啦，配合唔到浦東新區嘅發展啦，因為浦東新區咁大，你6號線啲車咁細，就得4卡車，根本係承受唔到嘅。同埋同8號線一樣啦，咁擠迫情況一直係位於榜首嘅6號線係。同埋同埋啦，全部車站喺晒浦東新區，唔能夠出外區。同埋最後一樣嘢就係10號線嘅出現啦，咁為6號線分擔咗外高橋保稅區嘅壓力，因為你外高橋保稅區咁大，單靠6號線係唔可能承擔得到嘅。10號線嘅出現就會舒緩到6號線喺外高橋保稅區嘅壓力，同埋10號線係 A 型列車㗎，所以10號線係會舒緩到6號線嘅喺外高橋保稅區個壓力㗎，所以呢個大家要注意返。好啦，咁6號線係好多問題，因為初頭只係當係輕軌，但係就地鐵公司計錯數，搞到6號線就擠迫情況越嚟越嚴重。但係而家只能夠靠外援嚟到解決問題，因為始終6號線本身嘅問題已經解決唔到啦。因為6號線最主要嘅問題係用私營列車啲車廂太細，同埋得4卡車。係啊，6號線得4卡車㗎咋，仲要用私營列車，所以係非常非常之細咯。同埋你加上就話全部車站全部喺晒曹公新區，出唔到外區嘅。6號線係出唔到外區嘅，係啦。6號線係好多問題超級多嘅，係啦。咁呢條線係到咁啦。